们一定要给他正知正见的引导，给他感恩的引导，善解包容引导。因为我们这次呢到了那个天元府位的时候，因为班员太多了，所以呢真的睡不好，然后真的没有地方就是说可以睡。有的人就说：“张老师，人真的太多了，哦，大家都反映太多人了啦。”然后呢，他就跟后学讲这样子，后学就问他：“哎，你怎么来跟他们说？”他就说：“没有办法，没有办法。”说哇，没有办法，很恐怖的3个字。我说我们修道人不是没有办法，是有办法的哈。应该怎么说？我们在探讨，就说，因为我们这里是这次500多个人，那么大家能够聚在一起，一起学习，一起成长。爸爸妈妈呢要坚定自己的心智，你要表现给你的小孩子看，因为我们为了我的小孩子，我们也要认真的学习。在这个过程当中，虽然不圆满，但是要善解、感恩跟包容。为什么？真的人很多，那刚好又碰到那次我们办活动的时候非常的热得很严重哦，那些是热浪，那时候热浪。那么天呢给我们来考验，要告诉我们这些爸爸妈妈们，是不是有坚强的心智来照顾你的小孩，是不是可以做一个模范，成为一个小孩子？小孩子很热，你也很热，小孩子就不会讲话了，因为爸爸妈妈也在上面上课啊。听了之后，家长说 OK， 就再没有多怨言，要不然这么多人真的是哇，那是很恐怖的连睡觉都很恐怖。好啦，子曰：“己身正，不令而行；己身正，虽令不从。”就是呢，我们要他听我们的，我们如果不正，他也不会听的。为什么？他感觉跟我们没有前途啊，跟我们没有希望啊，是不是？好，再来，子曰：“仁者如敌。”好，刚刚后学讲过了，